给啥子呢？就当书记，差点把电电学院把嘛子，俺随便去的，给这月饼，是吧？各种能做动，拉拢错，对嘛？他做所用电电学院，那把那些是密集家电动，那里都这的就与面东西的一了。是的，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上地德德历史悠久，这片古老的土地孕育了无数优秀的德格儿女。善地德格文化灿烂，在这片文明的热土上，汤巴文化根脉在这里生生不息。你记上顿不难走，风景中不如司马县了，这那一王子的勇士坑，俺风景那个的龙首角。首先，请各位欣赏由咱们德格县格萨尔艺术团的舞蹈演员为我们带来的舞蹈《弦子》，请欣赏。这个拥挤在下午出发，下午出发应该晚上0点凌晨左右到。明天有表演，今天第3个节目、第6个节目、第12个节目是团队的。
谁的？哦，不好意思。哎，等一下，那个手机密码，我把那个。这谁的？这个是谁的？这王庆拿过来的。等一下，我把那个夹了。那么连接跟那种。王庆的那个密码不知道是什么。영지들 예체라면 해놓은데 밤이 예전시 레온시고리시오 아데이나 레온데 그 체나마샤와 랑조 그즈 대통령와 자히 포드 희진이 그렇지 打针雀，我只听到打针雀。我们合唱第三个晚开始，这个唱完。啦
下面就是左右参谋的他的第三。好，谢谢，非常感谢拉错为我们带来的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其实我感觉我们德格的观众朋友们不太热情啊，掌声也是稀稀拉拉的。来，我们来配合一下好吗？让我们感受到德格人民的热情，让我们把最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拉错好吗？好，谢谢。亲爱的朋友们，说到咱们的锅庄文化，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那么近年来，有许许多多的人在为我们的锅庄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那我相信，接下来我介绍的这支团队，在座的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的。这样的咱们的卓热茶母锅庄队今天也来到了咱们的善地德格，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他们的祝福。那咱们的这个卓热茶母锅庄团队呢，今年也非常荣幸的登上了咱们大运会的开幕式文艺演出的现场。特别要提一个的是，咱们这支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那么这样一个年轻的舞蹈团队，正在为我们的锅庄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做着自己的贡献。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卓热茶母舞蹈队为我们带来舞蹈《我和你的爱》，有请。
还有第6个，然后过2个之后还是咱们第6个，然后第12个也是。好，感谢各位。哇，主要开始以后啊，感谢，谢谢。感谢朱继庆，我说感谢我，感谢朱继庆，我听的连兄弟给什么不听的，诸位观众们感谢朱继庆。我说感谢我。朱继庆，过了如今30年的陪你，年初那个相爱，有时候也的马屁，别人老是看你，谁想我把家你，一年那个相爱，有时候也的马屁。
제게 오래 아주 제게 오래 부지세 내겐 깨지겠네 내중 모두 봄이 하얀 내게 셔네 유순 예남 앞에 거쳐져게 모두 나의 보소로사不够了吧？我们先政治看看年末了，要这个支持，赶紧去。哎呀，那这点比怎么样吧？你这个点比啥都没有，我都这个太远了。也那个点的这个中间公母，我都这个一两公比这个那年末人。第二人情代际三个农乡，但努力给你送对派了东什么原因？俺做什么公司一人年人比，了这年末，但是不那个应了这样。这这个那吧，咱们的人看那个做起人才弄行为，我知道吧？刚才俺这里接他们了，你讲的别来接，谁的接？大地的接完了，娘水接喽，过来搞水车。我这里的，刚才这个刚才呢，俺做弄个派的，俺做啥的给弄的给。हम मेरी नहीं कर जाऊँ नहीं चुप देंगे नहीं पायल नहीं कैसे क्या बैठे हुए ना तो सुमा मौत ना तो जैकबियों नियम दिलचे तो सच्ची बिजरनी रंग जिंदगी में भी पायल ला नल लगा चेयर तो चेंजी तो जिधर ना तो सुमी मेल जीवारे तेरा दनी ये चीना बाला यूं चढ़ता了些来上来就是那个的那了看这个了这个也没办法他们去了人不去去了忙办的这个些个别了呢这东啊那做从面娘记得都弄些的从面都是记得弄的在这马上去的用这个钱那个了他也这个些的了从新边的从面嘎嘎走走动真动个搁着那是从出去可得去哦呀可得去对吧下来去。要赶时间，要赶时间。他还要刷马尔卡那个。你在呀的，我看望前面的海手。chỉ là người nhìn xưa cho biết là đi con cùng không là đường đi xa để sầm không là mơ sầm không là để mơ sầm rồi cho là muốn lặng bỏ trong biết nhau đi rồi chỉ buồn không đã biết
спасибо. Нема цели, давай мы будем маса времени паспорт. Окей, хорошо.有什么看到了吗？有个好看的是。 信仰着那么你周围太阳的人，都那把公主做的，所有诺罗比做的空，所有诺罗比做的空，没那把手在我给世界的不中心，那个公主。 그렇지. 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团队哦，这个是第6个，还有12，第12还是14。那个什么，那个上午下周0那个不知道，我看了，我忘了59单位，就3、6、12。明天拥挤才到，明天是拥挤30嘛。
还有一个是，从嘛这些的嘞，这第6个还有5个，5个又是他们的队。今天应该还有一个扎西和中国和扎西的2个那个有奖。人把黑的送雨，让一些爱意，送不拉走，整个人的记住，午夜黑夜，在个静的街头，今日送过目，苍妈妈送谁？姐姐很浪zan古雨，有些做好满意。拍一中午那么，什么？英国的嘞，咱们这里从没年了的，让你这里用，有钱先把媳妇用的，从没年了不的，从嘛先把拦住，连米菜了用一张黑面的些。什么情况？算了。Last
切，你以为不难吗吧？确实是那对你个对不对啊兄？那说，对你用下口弄吧啦，你他把那投进去用下写着了啊？我呀，这人气，我妈这呀对那个对不对必要不最凶也凶，对于俺错问题了，黑手机的，就是的，俺最白的么么呢？检查些些吧呢，利用来些吧东，刚把不些呢，下周查些吧厕所也的，对我妈这个了。那说我妈这，这不能办，这个能办，你们不打能办。我等俺去做生啥都可以我呢，俺是些个办呢，还有错了的硬币，从人给了的硬币，哪能错了了的？从你干什么的了？Derjika kendun namba changma chamdi jaki de laksya garan che sathram bu jinni dirgi la thono khajini mi ko garan chi se thoman dala sangsim junu jamchu serelya sing parje nabatu gami upur che taji dala Ya, chớ mi trừ
Tani darji ka tropo tan tharani thombi kadon sangma laji le no gorko dano karwa deni indana mantha da sangma tension ma sirwi les yumbujin nabatsu jesam tondrum khali longta darwi jahi mondan yo tuji Namba sunyalan da ngarong galaji jobo sewan da namba son baje ya namba so gaga jodo yoi rahi mandashe gadache diniche
继续。我刚才去公个结束了，那么这个差不多了，我们去了。刚开始，刚才去，哎呀，你这个能助力，现在这个呢，刚才有人就可能，这个中国将来也应当中途等。你嘛，这个这个中途有真的嘉宾，我们这个我们出来这，首先跟当地下周跟差等几个的。你嘛，这个湖南办这个下周第一两节等，我就是这进村子了。你嘛，这个差东办那办这个军纪个台的样，让叔叔个有的小个他们买比钱就不得脱的样。因基本上去工作个战争，欢迎不点啦。我们的南京工作个行政差了，你们都把自己钱就点的样。因将来也注意，要把忙做南京啊做了下周，总主希望的他这个系列有的。是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咱们龚亚镇的农民群众带着丰收的喜悦来到了我们的演出现场。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龚亚镇农民群众为我们带来舞蹈共舞。那借着这个舞蹈，我们也真诚的祝福德格人民越来越幸福，德格的明天更加美好。好礼249。一共有13个节目，但是第12个也是我没看清楚，因为我现在在手机直播。我刚刚看了一下，没有下载那个节目单。如果是晚上的话，问一下，应该晚上还有节目，晚上还有表演吗？这个天真的是手一烫，相机也烫，相机也发烫。但坚持现在好一点，没有过热提示。我把那个插铃麦调到90，这个就唯一的。我都没想到会把一个插铃卖掉，我怎么才掉？卖了之后第二天就要卖了，我才用了80多个小时，90个小时不到。除了那个136的那个调色那些，就是晚上拍摄那个噪点表演一下，我不喜欢那种。拍的全是电影的，没有声音哦，没音乐哦。到了晚上才好。没有音乐，现场他们自己唱。
试过装，这是舞蹈，就是民间一般的舞蹈。有点多，30-40个吧。好危险啊！哎，双方老慢走，人家双方老慢走，可能挂进去的。本地的，一般的舞蹈。还是热啊，再转一圈。听踩出气，有点踩气，听着这有点，还是有点累。一上年纪哦，应该是。都拿过来嘛，啊，还是那个地方嘛，等一下我拿过来啊，好，我放那个。
子小弟，夜空中穿行的溪水，草地上西风的路遥，我们生在荒野里的。要解锁，要解锁，你可以这放，可以，我也还没拿走，还能回酒店了好像。好了，加到这上面吧。为什么呀？我不知道哎，刚刚就停了。他说什么结束了？是不是把网络重新开一下？开了网了。对，加了那个。好了，对不起，对不起。等一下，我还有一首歌。留下的接到的这个什么？这个上旗上面这首歌，情谊体不能用的播放样，第几节感恩节接下来为你们演唱一首思念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感恩节。算了，你给他哪个？温情吗？好。还有一首歌。掌声鼓励一下，好了，谢谢，感谢嘞，谢谢大家。结妆的小坡，月儿的山歌欢快的过庄。妈妈给了她神秘的力量，草原有起了牧人的希望。
想思念的地方。高头去，对得起，再来录着，高头去。我们回来个的，马上开始。要这口你了，刚是小路，老能进来了，有没得？好，赶紧去。这样，他们这里他们说了，他们这里写的呢，我觉得嘛，得给答应的。刚刚没动的人呢。这种高我这个穷这个能种肯定他这种雄性，连口木呢，穷的那个就是啦，苗也比30%得送你，那个就是个得了，别蹦下去哟。你那口木呢，可能日经上这个出当铺下个头巴等，你假如咱去这边中正这个当铺下个头的哟，你马上个可能是有个人是你这婆娘等。对应中期的这，日经上这个出对应当铺下个头的哟。你那后面你动接到落地，且这个通马的，其实去我这里需要等，你动交接落样，且这个就朋友办的，对起来的呢，人工给起的加速，且这个等累计，刚猛是个政府的就有比，往左南比高四些等些就有。你那后面俺做年弄的。我们强劲确保级别，累计就占这个级别，我们了，俺自己搞这些路，赶着去。下面呢还有一首，我的原唱，力旺献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的嘞。那个人机把那个发小发本就吹走了，吹倒了，吹倒一片。看吧，这一片吹倒了，全部吹倒了。这情绪我真的蛮计较，来情话。
最后一首吧，应该这个就结束了。还有啊，这个最后一个。全部上台吧，应该是。一个理由在，也看吧的。
少的些。不要紧，我继续让我看下去。他们现在节奏最快的。哦。Ini dia yang datang je karwa dia sung. Dia nak ngomong dia ki yang mau urtung dia patang. Dia ki yang mau cuci hari ni ngadi tersel jiwa. Dia ki yang mau pada nampak su, semua ngadi tersel tapi kasih bukan yang ni jiwa ini.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德格县第2届民间文创交易盛会第2场文化惠民演出到此结束。举办为民无钱囊吧，对不对囊吧？你以为一模不大囊吧？给这个如此差的勇士例如雄松，那么看见俺从聪明勇想着，就他，那么看见这个是啥总统，小王郎中有为关系变得有的有的很重要啊。是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将在这里举办第3场文化惠民演出，届时欢迎各位观众朋友的光临，朋友们再会。好吗？张谢你了，张谢。今天晚上19点30分，我们将在这里举行篝火晚会，届时欢迎各位观众朋友的到来，朋友们再会。坐满了，对面山上也挤满了，这边挤满了。看这个地方，然后山上那边，这边还有山上高一点的地方也有，那边满了，这边挤满了，那边还是比较危险的。那边有小孩子在那个地方跳下去，有警察这边看着。晚上篝火晚会应该不会跳舞。明天2点钟应该才跳，跳了之后他应该去10号的马场哦，他们那边也有这个去，可能他也过阵去吧，我不知道，反正他下午才过来，下午才动身，下午从成都出发，有点赶，很赶应该是，主要这条路317路面很好，路很好。就是限速太多了，60，有的地方40，还有几个检查站，那个都应该不影响时间吧？他要查身份证那些。这边全是卖的有工艺品啊，手工，就是手工艺品，然后纪念品，然后应该就是他们藏族方面的一些用品吧。成都那边批发市场最多的，因为那边工厂在成都的很多，就是高升桥、境外那片儿，那边主要是从这边从成都那边批发过来的，工厂在那边。等一下我去慢慢走，然后你们看一下这边一个市场，什么都有卖的。一些玉石珠宝，什么都有。这边相当于成都春熙路那边。
卖玩具的那就被地上开了啊。人太多了，现在有点挤。这是小孩子。哇，那边还有树林里面还有很多人没下来。放气球。大姐妹，我的妈妈，这些人需要念经。2点钟，一天2点。2个气球飞上去。这种。火枪。
康巴文都民族团结广场，这个叫团结广场。这好多小朋友，这星期七、星期几啊？全部都出来了。星期五应该是放学了吗？才4点多哎。这个发电机那个有那个可以用，旁边在茶园庄园那边有店，那边有一个在装修吧，在装修好像。就在推推进。我打你了，我不吃，再别加入。那几秒？就老了，那是过了。俺弄个空间我打到了嘛。
这些东西都是在罗马广场那一片批发的，但是别人还是要赚钱嘛，是吧？这个长的，全国的吧？哦，应该是西部的批发市场都是在江西街那一片。拿那个锤子敲下来，敲下土路。不，还可以再敲回去嘛。如果是日军的刺刀，它是直的，压刀。就你知道为什么日本？负氧粒子4775个，温度25度，湿度43%，现在温度25.2度。高价。高价回收，右手机，能弄土瓜，真的，你的土瓜别说是高价回收，都是创意。高价回收，旧手机，高价回收，这边有车可以装摆渡车，是免费的，给你拉到这个位置来。
从前面那个吃饭的饭店嘛，到了这个桥这个地方，有摆渡车，电动那种车子。咱们直播回去了，回去我再传那个前面那个视频吧，32个 G， 还算小的，只有1个多小时，但是上传速度太慢了。我刚刚看一下才传11%，上传速度只有5兆。这一片人是最多的，就这个桥这一边很短，应该就100多米吧，这边人是最多的。